今天呢，我把大家叫来，是要让大家和哀家一起欣赏一件张三千大师的遗作《盛夏风光瓷瓶》。张三千，哎，那瓷瓶不是已经失传很久了吗？哀家也是因为机缘巧合，偶然间得到了张大师的这件作品，想必是瓷瓶本身也愿意让懂得的人拥有和欣赏它吧。啊，皇祖母，既然这个瓷瓶这么珍贵，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万一不小心谁碰碎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哦，再好的作品，也要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！拿上来吧，准备好了吗？哀家告诉你们，这位张三千大师最擅长描写四季，而这个盛夏风光瓷瓶又堪比春光无限。怎么样？哀家的瓷瓶把各位都惊艳到了如此的地步，让哀家也好好欣赏欣赏它。这不是哀家要的瓷瓶。来人呐，去查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是，太皇太后。还不赶快把它拿走！是。皇祖母请恕罪，这个有伤大雅的东西，确实是鹏鹏寄出来的。是你？怎么会是你呢？鹏鹏，哀家知道你善良，可也不能为了别人揽下如此的重罪呀。皇祖母，这个罪责必须由鹏鹏一个人来承担，因为鹏鹏万万不可说出那个人的名字，不然事情会越闹越大的。是谁如此大胆，竟然敢要挟皇后去袒护他？你告诉哀家是谁，哀家替你做主。皇祖母，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？快说！此人正是您的乖孙儿，我的夫君，当今的圣上齐胜。胜儿，皇上托我从黑市把他买过来，没想到在寄出的时候，居然出了差错。哎呀，鹏鹏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们要他做什么？哎呀，这真是叫人难以启齿。这东西，他说放在屋子里能调节一下情趣，而且还说这是西洋人那儿的送子观音。皇祖母，他不但用了这个招数，他还想用金戈来俘获我的心。金戈？这就是传说中对男人安全无副作用的金戈。皇上就是用那个秘密武器来和我那个啊，那这个事情就不怪你们了，你们也是为了皇家延绵子嗣啊。是啊，为了生孩子，我们也是蛮拼的。好了，关于瓷瓶的事情，哀家会吩咐下去，就不让他们再查了。你们也要让哀家赶紧看到你们开花结果呀！谢谢皇祖母。还好是我急中生智，哎呀，才躲过这劫。你说这皇上有时候也挺顶用的哈。皇上，这是何物？为何皇祖母说要物归原主，还说只有单独和你在一起时才能看？这东西你还没看？喝口水吧。天哪！太皇太后送我的送子观音啊！今天可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了，我的脑细胞已经不够用了，我的眼睛已经枯竭。这是寄给你宫中的小苹果的，错寄到朕的宫中。这次快递出了如此多的差错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欧巴，你好辛苦，我来给你按摩好不好？再给你唱首歌。
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我问你，你喜不喜欢小苹果？不喜欢，我喜欢吃梨。我不是说水果里的苹果，我是说湿里的小苹果。管它湿的干的，是苹果我就不喜欢。嘿，我偷偷告诉你，有一天我偷吃了娘娘的榴莲，嘿，我才发现原来这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是榴莲。我也偷偷告诉你，有一天我也偷吃了皇上的榴莲，我都吃吐了。回宫。怎么还不走？皇上，3米呢？现在不用了。奴才谢主隆恩。回去我偷皇上的榴莲给你吃啊。皇上驾到！你让皇上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哎，皇上他人呢？啊，皇上吩咐了，见物如见人。你这个人好坏好坏的，害得我以为皇上来了，白让我打扮了这么许久。说来也奇怪，您刚才还那样，从里边一出来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这是一个女人必须具备的生存技能。哦，那您签收快递吧。皇上待我可真好，居然送我佛手柑这么贵重的水果。这送人水果哪有掰成2半的？要么就是这人太不讲究了，要么就是像坊间流传的那样，是分手的意思。分手？要不然皇上至于连一个整水果都不趁吗？这位娘娘，我还有下一单呢，你还是快签收了吧。他要和我分手，这一定是弄错了，我不签。哎，您别不签呢，早知道我就不告诉您真相了。我听说前些日子快递不是出了差错吗？您这个是 VIP 专用物流通道，不在那次送错的范围内。我不管，你把这什么破佛手柑给我送回去。这奴才办不到啊！你不是飞毛腿快递吗？我是飞毛腿没错，可是我们那边不让接私活。什么飞毛腿快递，什么乐视商城，都是一伙的。你们和张鹏鹏合起伙来骗我，皇上一定是被他迷了心窍，这一定是弄错了。这，你还是自己还回去吧。张鹏鹏，又是你！给太皇太后请安。起来吧。你们2个是他们最信任的人，而哀家又是他们的长辈，他们努力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，咱们可得帮他们一把。嘿，太皇太后，您对我们家皇后娘娘可真好。记住啊，一定要温馨、浪漫、甜蜜。把蜡烛都点上，把花也都插起来吧。我来。太皇太后，您怎么知道我们家皇后娘娘会喜欢这些啊？哀家可不知道，不过哀家知道成祖当年对哀家用了这招，哀家很是受用。那希望我们家皇后娘娘也能喜欢。你们快把这儿收拾好。哦，哀家还要去看看衣服准备的怎么样了。你确定要看？哀家终于明白了，当年成祖是如何被哀家倾倒的。鹏鹏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最近对这个服装设计呀特别感兴趣，我还让人家从西洋给我请来了个裁缝。裁缝叫什么来着？叫维多利。维多利？您说的那个人是不是叫 Victoria？ 对，就是这名字。哎，怎么说来着？ Victoria。魏托伊呀，对。鹏鹏，这男人呐都是犟驴子，一定要顺着毛捋，跟男人较劲儿，最后吃亏的可是我们女人。皇祖母，咱刚刚聊那个 Victoria 聊得正高兴呢，怎么又说起这个话题了？
那是因为啊，皇祖母有样东西要给你。我还是先撤吧。皇帝虽然年轻，可是政务繁身，压力也是极大的，难免呀。总之，你跟他说呀，要多少，皇祖母这儿有多少。哎，鹏鹏，鹏鹏。